同款伫云林的消息，云林口湖每一年的7月份拢会举办真隆重的牵水庄的仪式。当地民众是为了纪念100多年前因为大水过身的先人，家家户户拢伫路边放这个水庄，场面真壮观。这是台湾规模上界大的水难仪式。也过有游客呢，乌白钢体摕水庄起来做道具翕相，也有人摕咧四界走，甚至为了拍出满意的这个相片，翕满意的相片呢，条工弄好倒，好在地人真受气。 云林口湖牵水庄是台湾规模上大的水难仪式，但是庄严的现场竟然出现这款画面。游客伫遮翕各种姿势，也搁摕这水庄当作道具咧翕。后面几个摄影师是一直翕无停，一直咧研究取景的角度，也搁有人摕咧安尼酷走，甚至甲水庄弄倒去，就是为着要翕出无同的相片，互当地人看了是真不满。 口湖当地民众为着纪念100多年前因为大水罹难的先人，每当7月，家家户户拢会伫这路边放水庄，场面真壮观。想袂到发起，却被游客当作是翕相的道具。民俗专家呼吁，除非是跋杯有得到同意，若无随便散动水庄，就是对先人不敬。他必须要写上他的名字，所以他这个名字代表他是透过这一个道教的科仪而把他的灵魂从水上 引到路上来，那这个部分可能确实，对当地的居民，对当地的这些民众，他们的观感比较不是很好。原本应该是爱静静观礼仪式，煞变成是咧翕相，伫遮咧耍的场所，若是要尊重民俗，嘛无犯地方的民众。